过去1年，在全体乡亲的支持与努力下，各项政策均稳健推展，呈现地方繁荣的成果。公所也将持续秉持服务乡亲、以民为本的精神，积极推动各项利民政策，让瑞穗成为更宜居、更幸福的家园。瑞穗乡公所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一马当先，马到成功，财源滚滚，恭喜恭喜！